职业场所反霸凌相关的规定，7月要开始来实施。其中办公室的同事做伙订鸡排、订饮料，无甲某一个人招，安尼敢算是霸凌咧？劳动部讲，这甲职务的执行无直接的关联，所以无算霸凌。 规工面对工课，添加下课计未分会，真侪上班族下晡第时间会叫煎鸡排两个来解不出，还有一个加个饼，办公室点心拢会组团订啥咧？葱油饼啊，或那种小吃类的东西，通常是一整群一起问。便当比较多吧？订餐。便当比较多，单位会就是通知大家，在办公室里面的人就会顺便问。 要招团当然是招同事同齐订买，不过最近侪人伫咧讨论，若是同事订买鸡排饮料，甲你闹交去，安尼敢算是霸凌咧？一半一半呢，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可能不小心没看到啊，对，如果说刻意的话，好像就是有一点。 对，有点这种感觉。长期稳定的话算，就是他如果 regular， 就是每次订都不找他，那当然这就是霸凌。人跟人都有可能意见不合，然后彼此生气嘛。但是如果你长期的话，那就是你对这个人故意采取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处理方式。那其实主管应该要下来处理。如果不是全市霸凌的话，民众认为定定无甲你招，就可能是霸凌。不过伫咧即安法侦定这场霸凌防治专章，有面定这场霸凌5大要件，包括伫咧劳动场所，事业单位人员用职务或者是款式超过业务合理的范围，调工买插、工会失言、活动事人无爽快，若真正严重发生1摆就准算。 订鸡排、订饮料是他执行职务吗？不是啊，所以这一部分他就不会符合我职场霸凌这样的定义哦。他为了喂到大家，就故意跳过那个人，他长期这样子模式下来就有可能，但是还是有可能，因为他主管他是有进入管理那个职务上的一些职责嘛，有时候这种表现，但是还是要个案看情况。 订买餐点无甲你招，心情难免受到影响。不过到底敢算是霸凌，嘛是要看个案的情形来判定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